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6月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8篇，撒母耳记上卷第5章1到12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天上的家。基督徒的生命信仰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要进入上帝的国，我们说上帝的家，与主同在。但根据历史的记载，人们总是有相反的作为，总是会一下子那个人就离开上帝，然后呢，在重要的时刻、最危地的时刻，最后呢才想到上帝。以利的儿子，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其实都是如此。昨天我们谈论到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的战争，第一次文化教他们的人，后来他们紧急地将上帝的约柜运来。的确，非利士人曾经因为听到约柜要来而担心害怕，但是后来以色列人不但死亡数百人，其中事故逃窜的以利的儿子死了，后来以利也死了。不但如此，代表上帝的约柜也被放在非利士人给掳走了。就事情表面来看，非利士人是有了上帝的同在与权柄能力，但这样子真的就可以得到上帝的保守吗？撒母耳记上卷第5章第1节到12节记载了非利士人与约柜的事。约柜在非利士掳获上帝的约柜以后，从以便以谢把他们抬到亚实突城，抬进他们的大衮神庙里，放在大衮神庙的旁边。第二天清早，亚实突人看见大衮神庙遍地草上，倒在上帝的约柜之前，他们把他们抬起头来放回去。隔日清晨，他们就起来的时候，又看见那种神像倒在约柜前面。这一次，他的头和发都要被折断了，跌在门口，只剩下房子。因此，从今以后，大尔衮的房子，所有亚都时的信心的上主重重的惩罚亚实突和四周的人民，使他们陷于恐惧中。他们都长了毒疮，可能借由老鼠引起的黑死病。因此，他们再去请所有的非利士的首领来，对他们说，要把以色列的约柜送回他原来的地方吧，这样他就不会害死我们和我们的人员。全城恐慌，因为上帝重重的惩罚他们。即使那些没有死的人，他们也满身的长毒疮。大家向他们的神明呼喊求救。换句话说，就如同当时的以利以谢的儿子，以利以谢已经背叛了我们，背叛了上帝，把约柜扛出来，也得不到上帝的保守。非利士人不信上帝，掳走了代表上帝的约柜。他们以为有上帝的能力，就能够如同过去保守带领以色列人一样，可以让他们大大的胜利。但是事实上却是相反。我们昨天谈到了要成为一个忠心的好管家，首先当然是要与主人有关系。
听从主人上帝的命令旨意，而只不是想要从主人家里面得到好处而已。因为那种物质性、需求性的追求是会消失的。基督徒需要追求上帝的永恒灵性的家。许多人不明白这样的一个灵性永恒。当时候的尼哥底母就是如此。保罗给当时受希腊哲学思想影响之下的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写信在哥林多后书5章第1节到第5节，保罗提到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所住的这地上的帐篷拆去了，上帝会给我们天上的住宅，是他亲自建造，永远存在的。我们现在叹息着，切切地盼望着住进那天上的住宅，好像穿上衣服，穿上了，我们就不至于赤身露体。我们住在这地上的帐篷里，像是背负了重担而叹息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脱下地上的身体，而是要穿上属天的身体，好使那必朽的被生命取代。上帝亲自预备我们来适应这变化，他把圣灵赐给我们作为担保。基督徒当追求上帝灵性的同在，进入那永恒的家，属天的家，而不是如同未信的非利士人一样，或是以利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只是认为肉体上临时的需要工具而已。他们不是要追求一个永恒属灵的生命。诗篇138篇，感谢的祷告。上主啊，我一心感谢你，我要在诸神的面前歌颂你。我面向你的圣所下拜，我颂赞你的名，因为你信实，有不变的爱。你显明你的名和应许超越一切。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你的命令比你的名更伟大。我求告的时候，你回答我，我用你的力量鼓励你，用你的力量鼓励我。上主啊，地上的君王都要颂赞你，因为他们听见你的应许，他们的歌颂要歌颂你的作为，颂赞你的大荣耀。上主至尊无上，但他看顾卑微的人，狂傲的人也无法挡在他的前面藏匿。我被患难围困，你却保守我安全。你单打狂妄的仇敌，用你的力量救了我们。你必定成全你对我们的应许。上主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完成你亲手开始的工作。恳求上帝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救恩，愿意时刻的跟随主的脚踪，追求属灵的生命，朝向上帝永恒的天家来努力。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